这个五倍券加上国旅券加上疫情稳定，国内的旅游是大爆发。今若到假日，中部的旅馆民宿拢要客满了。但是对了一个大难题，招无员工，尤其是找无人会当来拼房间、整理房间，就算甲薪水提悬，嘛无一定找有人。为什么呢？讲拢去走外送咯。 甲面皮的面床全部拢换过，整理甲真整齐，阁有桌仔顶的茶具嘛拢爱检查。防务人员加紧脚步，爱赶伫3点之前，互人客会当住。如果客满的话，一天180几间。因为五倍券和购旅券的影响，真侪人出来佚佗。南投的景点休困日拢客满，平常时生意嘛真好，饭店的业者嘛真欢喜。不过即马煞出现有人客煞找袂到员工的状况。 也是缺大概5到10名左右，然后我们的福利都会稍微的提升，甚至比同业更高。唔但旅游景点欠人，台中市区原本拢是商务客咧大的饭店，嘛开始出现真侪游客。防务人员同款无够，业者甲薪水增加才找到人。目前还是以房务部的缺工是比较严重的，因为缺工很严重的关系，我们也有在待遇上面其实都是优于基本的临时工的工资，大概是就是10%。 现在会找无人，业者分析和外送平台真钱有关系。年轻人的话，其实好像蛮多是跑去外送平台，因为第一个他可能工时上面是很弹性的啊，等等之类的，可能不像说你还要进公司，然后绑一个8小时。 市区拢找无人，更加免讲偏远的山区，像台中的武陵农场拄着年底的伤芳季，阁有刷落来的樱花季，人力需求增加20%，所以农场唔但和学校合作，互学生来实习。另外一方面，嘛自附近的部落找人，甲在地青年老调例，嘛会当避免人口外流。